看小事千種，其實極為空洞。有血肉有情感，跟你相通。就算生活超重，煩憂失控，還看四周的人叢，是我心的觸碰。而家我雖然超過100歲啊，但係我唔認老嘅喎，我始終都係能夠把握到呢個浩南精神、至善至正呢個做人嘅道理。希望啊，我哋亦係將呢個道理咧灌輸下代。鄺文熾係培正中學嘅舊生，一生堅守母校至善至正嘅校訓。80歲嗰時，佢仍然致力辦學，喺家鄉台山開辦另一間培正，延續學校傳統精神。浩南精神咧就熱心社會啊，做事咧男咧冷靜啲咁多，有愛心，兩個配合咧喺社會做事咧必然成功嘅。培正最早喺廣州創校，之後擴展到香港，到而家已經足足超過1個世紀。無論時局嘅更替，抑或地域轉移，學校精神依然歷久不衰，靠嘅係一份堅守，代代傳承。今個學年，培正小學嘅開學禮，鄺文熾係嘉賓。佢係廣州培正中學1933年畢業嘅校友。親愛嘅同學，今日我哋離校咗80年，有機。當年亦係培正喺香港創校嘅一年，屈指一算，剛好係80年前。小大話100歲喎，你信唔信呢？我時時保持嘅青春。喂，你有咩秘訣啊？有，就係我哋能夠保持啊母校對我哋嘅8個字：至善至正，浩南精神。培正學校嘅歷史可以追溯到19世紀1889年，當年廣州浸信會嘅華人牧師李濟良，連同一班信徒興辦一所華人基督教學校，教西方知識，亦都教八股詩文。到1907年，學校喺廣州東山區起新校舍，課程改教國文、英文、算術、天文、化學，吸引唔少家長送子弟嚟學校讀書。鄺伯就喺1927年入讀培正。嗰陣時培正學費好貴啊，每個學期咧120蚊嘅白銀喎。個課本咧初中都係用中文，一上高中咧全部英文啦。外邊啲人咧以為佢哋培正咧係洋化學校、奴化教育。初中啊要同支軍操練嘅，就高中咧就陸軍團操練嘅。啲制服咧模仿呢個美國西點軍校啲服裝嘅，好味水㗎。學校開辦初期規定所有學生都要寄宿，所以紀律方面非常嚴格。如果你偷出街咧，係俾個校監碰到你咧，第一次記大過，第二次係記大過，第3次要革退啦。鄺伯喺1933年畢業，畢業旅行就係落嚟香港出席香港分校培正小學嘅開學禮。嗰陣時香港嘅人口好少嘅，係咪？咁而家窩打老道啊，當郊區嘅啦，所以讀入學嘅人數唔係幾多。
我哋細佬哥同一樣嘢咁大個啫，喺培正讀書。肥仔好。鄺伯畢業後冇耐就參加抗日戰爭，戰後來港創辦東南無線電學校，培育電子人才。培正香港分校初時只係開辦小學，2年之後增加到有初中，到戰後先至開辦埋高中。當時唔少教授級嘅老師從內地應聘到香港任教。1952年，政府送咗一塊地俾學校擴建校舍。1年之後，諾貝爾物理學獎得獎人崔琦入讀培正中學。呢一塊表揚崔琦教授喺學術上取得重大成就嘅獎牌，佢後嚟送贈俾學校，表達對母校嘅關愛。培正數理人才輩出，另一位校友邱成桐係美國哈佛大學教授，亦都係數學界最高榮譽菲爾茲獎嘅得獎人，對母校同樣有深厚感情。每次返香港，佢都會把握機會同一眾學弟學妹分享心得。好。我係余基晒，同佢哋嗰個同班。都係有興趣讀數學。呢幾班都係繼續希望可以有啲同學可以喺數學上嗰啲發展咧。有呢個嘢，有冇咗呢個塑膠。以前嗰陣時趕住去食飯嘅，衝落嚟嘅。邱教授中學時先入讀培正，佢記得初入學嗰陣，自己好頑皮，經常俾老師提點，佢要注意紀律。奀唔奀皮啊？開始嗰陣時幾奀皮嘅，以後冇咁奀皮。第2年班先開始，即係比較正經一啲。基本上就係鄉下細路仔，所以班主任對我評價並不好。多言多動，第2句型多言多動，第3句話略有改進。我仲記得好清楚。當年梁君偉先生教我哋數學，第一次開教係教平面幾何。我對平面幾何佢嘅表現出嚟嘅一種美或者一個嚴格，我覺得好大興趣。當年我哋下午1、2點鐘上堂嗰時，大家都瞌眼瞓。你講得生動話就唔會瞌眼瞓。我而家體育係幾多堂？對於學校尊崇嘅紅藍精神，邱成桐另有體會。佢勉勵學弟學妹讀書既要主動探索，又要專心分析。而家數學嗰啲教育咧，同埋真係做數學研究咧，係有咩分歧或者有咩關係啊？思路同埋學習方法係好重要。我哋思考就比較靈活一啲，而且唔怕，即係話人哋可以做，我一樣可以做。人哋做唔到嘅，我可以做得比佢更好。有啲咩建議，我哋可能去解決到呢啲數學嘅難題咧？同學可以自己一齊互相幫助，搞唔掂問阿先生啦。可能先生都搞唔掂㗎，咁啊唔出奇嘅。即使解決唔到，你經過一相當長嘅思考之後，對你好大嘅幫助。胸襟要大啲，唔好淨係諗住我讀呢個，淨係讀呢個。因為我哋做學問無非係揾到真理，重要嘅態度就係我哋即係唔怕。但係你最怕你會太過，有時會流於貪婪，流於太過即係貪心，咁亦唔得。你總係要有個謙虛嘅睇法。培正係中文中學，一向奉行用中文教學，但係數理科就一直用英文書。或者正確啲講，係中英並用。我覺得而家好多討論話用母語教學亦好，用雙語又好，呢個其實應該因個情形嚟改變。你固定咗話一定用母語，就反而就一講英文就極大反感。呢個就極度錯誤，呢個唔係教育本身嘅意義。教育本身意義係希望學生能夠學到嘢，因為畢竟科學嘅語言而家仍然用英文教。英書宗教嘅教學方式一直沿用到今日。中三嘅梁子瑩對數學科興趣唔大，上堂好多時都唔明。佢話好彩老師用中文教學，否則佢更加難理解。
我覺得嗰啲 A、B、C、D 咁代數係非常之複雜啦，有時英文啲名詞就好深，自己睇書就未必睇得明嘅。咁如果老師再講解啦，再攞中文做深一層嘅演繹，咁就好啲咯。香港教育一向重英輕中，回歸之後，政府一度大力推行母語教學，但係大多數家長認為子女讀英中對升學有更大好處。面對大環境嘅轉變，葉校長慨嘆培正要堅守一向奉行嘅中文教學，遇到嘅挑戰更大。因為喺回歸之後咧，政府嘅政策就英中好似高人一等咁，而家長咧佢都問培正究竟會唔會轉英中？咁佢話如果係英中嘅時候咧係不二之選，咁但係中咧佢就要諗下。有時呢個喺我哋嚟講咧，我哋都好沮喪。因為喺培正，我哋係創校，我哋辦學宗旨係建立一間出色嘅中文中學，咁所以我話我哋唔會轉。好多人都問我咧，應該點樣為孩子嚟到揀學校？我覺得最重要嘅咧，就係學校有冇提供品德教育嘅課程。如果唔係，淨係有知識而冇謙和嘅品格咧，就等於心中冇咗嗰把尺，面對誘惑嘅時候就好容易會進退失據。羅乃萱係專欄作家，喺培正由小學讀到中學，之後先至到外國升讀大學。10多年前，佢創辦一個社會服務機構，秉承校訓提倡嘅至善至正，搞工作坊、寫文章、出書，宣揚正面信息，為香港打氣。校訓叫至善至正啦，就係我哋依然相信咧，一個人嘅心要善良，然後正，我諗正義啊、正氣啊、正面啊呢啲嘅嘢咧，都係我堅持嘅。培正裏邊都好強調咧，要尊敬老師嘅嚇，要同同學彼此相愛嘅，大家彼此關心，所以我哋有嗰個即係吸舍嗰個精神啦。家長教育家，培正校友啦，好嘛？好。值得你講呢個。Very proud 啊！呢一日，羅乃萱返到母校，同一眾老師做分享。佢話自己經常心懷感恩，因為學校嘅栽培同得到老師嘅鼓勵，先至成就佢嘅作家夢。佢都唔放過啊！到中一，我遇到羅曉梅老師，佢知道我中意寫嘢。佢話：羅乃萱，你如果中意寫文，你交多篇文俾我啦，因為咧我會幫你改嘅。嗰年我每一堂每個禮拜我都交多一篇文俾佢。到最尾佢收到我篇文嘅時候，佢就咁講：佢話你第時會做作家㗎嚇，我睇好你，你會做作家嘅。係老師發掘我、栽培我，讓我有今日可以企喺台上邊。一向以嚟，香港嘅家長首選都會將仔女送去讀英文學校。羅乃萱嘅父母亦都唔例外，所以佢小學畢業，媽媽就安排佢去考英文中學。媽媽就話：為咗你嘅前途啊乜乜咁，我唯一可以做嘅咧就係去到對住張試題我唔答。咁結果梗係考唔到啦。咁考唔到咧，我又開開心心咁咧翻去培正嚇繼續讀書。咁我覺得，如果你問我，我覺得上帝都有安排嘅。即係如果我唔喺培正讀到中五，我覺得我中文冇咁流利。羅乃萱讀書嘅年代，學生之間流傳一句順口溜，當中形容培正學生係馬騮頭。呢句話不時勾起佢當年同同學嘅美好回憶。我哋認我哋係馬騮頭嘅，因為真係好中意玩噶嘛。一小息啦，晏晝食飯啦，我哋咧就會落嚟呢度啦。乒乓波台咧喺嗰度嘅嚇，咁我哋就會霸台噶啦。咁我好惡死㗎嗰陣時，拎住個乒乓波台嚟咧就霸。咁我仲記得當時有個男同學話：呢張台係我嘅，我話係我嘅。咁於是我話我要同你鬥波咁我碾贏咗佢。咁跟住就霸咗張台咧，就同啲同學一齊打噶啦。女甲400公尺接力冠軍啊！你吳婉萍、戴碧儀、羅乃萱、梁碧君啊！哇，好嘢喎！7點咁我翻嚟噶啦，學校開門我翻嚟就自己拍。唔係，其實有啲男同學好好噶，就訓練我
你有冇陪過我跑啊？應該冇。係啊，因為想我破呢個60公尺紀錄嚇，咁啊，即係佢陪我跑，讓我突破自己破紀錄。通常都係嗰啲追求者嚟㗎。唔係啊，應該都係啦，佢唔覺得啫。係好自發性嘅，放咗學擺低書包換咗衫咧，就喺操場嗰度練到6、7點嘅，自動自覺咁走去練。所以我覺得就係為咗學校，為咗自己個社，嘔都得㗎。我哋呢一班同學好中意喺操場，有啲同學好中意話劇啊或者音樂啊嗰啲，總之好多機會俾我哋發展，即係好似一個都冇遺忘。運動會係學校1年1度嘅大事，除咗競賽項目，級社啦啦隊之間嘅比拼亦係焦點所在。學生由小5開始，全體同學成立一個級社，高年級同學嘅輕社負責帶低年級嘅學弟妹，互相幫助。中3嘅李子瑩今年就負責帶小6弟社嘅同學喺校運會進行啦啦隊表演。子瑩話擔任啦啦隊隊長，幫佢建立起自信，去發揮主動同熱情嘅紅藍精神。當然，亦都可以一顯佢哋馬騮頭好玩嘅本色。見到有大社喺度，一定要做好榜樣，咁就真係嗌得好大聲。我想俾滿分自己，因為我覺得冇遺憾就夠啦。有陣時或者我哋可能好曳，唔聽佢講嘅時候，佢又唔會鬧我哋啦，又唔會放棄唔教我哋啦。你畫緊兩嘢㗎？Yes。點解我哋學校好興講一樣嘢就叫做傳承咧？因為有兄弟社呢樣嘢咧，即係我哋會將自己，譬如我哋呢個愛社精神就傳俾下一屆咁樣，就將呢個傳統一直即係好好咁樣承傳落去咯。培養學生嚟講咧，係一個係互相去大家去支援咧，一齊學習啦，咁而變成我哋係一個好好嘅團隊嚟嘅。呢個 cut 咧，我有少少改咗嘅，即係譬如好似呢件衫，正常出邊做嗰啲校服，可能就會比較鬆身啲、大件啲嘅。今個學年係香港培正建校80週年，學校特別邀請校友何國正設計一套紀念校服。佢係本地著名嘅時裝設計師，喺佢眼中，理想嘅校服會係點嘅咧？令到啲學生覺得着住呢件校服係 proud of 自己間學校嘅。譬如喺顏色上嘅應用啦，啲顏色會比較係vibrant 一啲，即係比較係 sharp 啲嘅顏色。同埋喺個設計上面嘅 cutting 亦都唔會話係闊嚟撇，好鬆身咁樣，即係會 slim cut 啲。即係你知道而家後生仔着衫都中意 slim cut 啲。咁所以其實我覺得依家嘅校服同以前會有個唔同嘅轉變，同埋 so far 學校嘅反應都係好好咯。啱唔啱先？你幾多歲啊？你9歲啊？你？何國正由幼稚園到中3都喺培正度過，離開學校25年，再返到母校參加老師主持嘅加冕禮，別是一番滋味在心頭。我唔知你係邊個，你唔知係邊個？佢我唔知嚟嘅，你係邊個？奶嘴咯，嚇！我哋叫你化名啦。點解你變得咁樣嘅？眨眼都畢咗業25年咯，每幾十年我哋又會再加冕嘅，即係如果再過多25年之後，你估會有幾多人翻嚟？今次其實幾好咯，因為今次有120個同學翻咗嚟。交俾我而家在校嘅學生。已經100歲嘅鄺文熾呢一日亦都出席學校1年1度舉行嘅同學日，慶祝自己畢業80週年。見到後輩個個都係咪英氣勃勃，個個都名成利就，對社會又大有貢獻。咁我哋咧就非常之感到安慰，所以佢哋話至善至正、紅藍精神呢8個字咧，去到邊度咧，社會咧都能夠適合。
上個月，鄺伯趁住精神好，同家人返家鄉台山探訪佢自己一手籌辦嘅培正中學。呢度嘅課程雖然同香港唔同，但精神同理念卻係一脈相承。有學問就有知識，有知識就有思想，有思想就能夠創造。記緊，要尊重至善至正呢個校訓。做人就係最緊要，第一有愛心，第二有本心，第三咧就有呢個善心。三個心咧能夠共社會，把中國啊更加推上一步，更加富強。已經100歲嘅鄺伯話唔認老，會繼續抱住熱情做事，因為佢相信教育能夠改變中國，至善至正嘅精神能夠改變人心。國家嘅富強咧，在下一代嘅精神咧，就係在教育。雖然係我哋年紀大啫，係咪？我都希望能夠利用呢個燦爛的晚年嘅晚霞，踏着燦爛的晚霞向前再衝，能夠做多啲事業咁樣，不負此生。